好，各位，趁住我仲喺架旅遊車上面，其他啲團友未人上嚟，另外就係出邊又落緊大雨，就我唔去揼啦，佢哋有佢哋揼啦，就上嚟呢度同大家做個節目。就琴日講到咧，就係喺美國嗰邊咧，其中一個而家個政治上面重要一點啊，就係嗰個所謂佢哋嘅 SNAP 或者咧係food stamp 可能咧因為政府停擺啊，因此又冇辦法咧繼續撥款，因此咧而家咧亦都可能有4200萬人4200萬人可能係因為呢個 food stamp 冇晒資金咧，可能咧就係要捱肚餓啦。作為一個發達國家，就竟然咧有4000幾萬人可能因為政府停擺而要捱肚餓咧，呢個真係令人非常之震驚㗎。我就唔覺得咁樣係一個好事啊。就關於呢個問題咧，大家知道就我有啲誤會咧，其實就喺美國㗎，所以同你傾開偈咧，就發現啦，佢哋嘅睇法咧就唔同我嘅睇法啊，同我睇法有相當大嘅距離。關於呢一個 Obama Care 或者係佢哋嘅醫療啊，佢哋認為咧就佢哋作為中產階級啊，就辛苦揾錢，揾咗錢之後就要納稅，個稅務就可以相當高㗎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攞呢啲咁嘅稅務咧去幫一啲非法移民咧去解決佢哋嘅生活問題咧，就變咗係對美國人咧係非常之不公平啊！對於啲納稅人咧非常之不公平，所以咧佢就贊成啦特朗普所作所為啊。當然啦，我有個所謂唔同嘅睇法，因為一啲非人力可以控制嘅環境之下，導致突然間生病好，或者係有咩意外好，而咧冇辦法可以咧就係正常工作，因此咧要靠政府幫手先能夠維持生計。我覺得作為一個我哋大家都係人類嘅角度嚟講啊，尤其是大家都係美國人啦，應該咧係施援手啊。當然啦，嚟自非法移民，大家記住啊，我哋其實所有嘅喺非洲以外嘅人類咧，都係咧喺大約7萬年前度，就離開咗非洲，去到世界各地，大家根本咧就係可以互相溝通，只係因為咧我哋嘅文化差異啦，好多時咧造成呢啲咧就係分化。我覺得呢個可以盡量減少。我無論而家呢個佢有佢睇法，我有我嘅睇法，大家睇法唔相同。而關於呢一個 Obama Care 啦，美國嘅醫療費用非常高㗎，因此咧就真係冇保險之類咧，就係相當辛苦。喺呢度我仲想提一提就係其實要改善美國人民對於政府嘅睇法，其中一點好重要，就係我哋知道就喺美國政府入邊有幾個大項目非常之吸資金㗎，包括佢哋嘅國防部啦，佢哋嘅軍隊嘅用費係全世界最大，而且咧亦都係跟住落嚟8、9個國家嘅軍費加埋都唔夠佢多㗎。而咧美國嘅軍隊係咪真係比起其他國家強大咁多倍咧？亦都我唔覺得係啊。我哋喺中國9月4日3日嗰個閱兵顯示出嚟嘅武器，呢啲武器咧就因為咧係太落伍啦，可以展示啊。即係換句説話講，一啲更加先進嘅武器咧，其實咧而家就仍然咧係保密狀況。而咧，我哋知道中國嘅6代機已經係最少有2架以上咧喺度試飛緊㗎啦。而美國咧，佢哋個6代機嘅研發計劃咧，雖然開始咗好耐啊，但係一路以嚟都冇乜成效。當然特朗普作為第47任嘅總統啦，所以佢準備咧做佢哋嘅 F-47啦，係咪做得成唔知道。而咧另外一點咧就係
特朗普亦都提出嘅話，佢咧係會准許美軍咧再次咧係做核試驗㗎。嗱呢個咧就普京嘅反應好大啦。佢話如果美國咁做嘅話咧，咁啊佢哋會有相應嘅措施。當然啦，保持戰略模糊，唔會講俾大家知有乜嘢嘅措施，但係咧就好明顯啦，呢啲措施唔會係送錢俾美國咁之類。好啦，而家我呢個旅遊車就移動緊啦，咁啊好明顯咧就係司機準備接去嗰邊咧，接翻我啲團友上嚟啦，因為咧呢度係落緊雨，我唔想啲團友咧係揼雨。好，咁我就呢個節目做到呢度啦，咁啊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覺得類似啲視頻係有嘢講嘅，咁啊可以分享俾其他朋友嘅話咧，就請多多咧係分享。好，多謝大家先，拜拜。